新车了吗？今天叫那个代驾带我出去吃饭，等他来。要跟你去吃啫啫包啊！我都準備燒開水煮2條青菜了。啫啫包，誰要吃啫啫包啊？这种天气吃就吃咯，外面又下雨又热喎，家里空调多好啊！哎呀，食啫啫煲，搞笑啊你！你哋真係搞笑啲中文，我是說今天晚上去吃啫啫煲煲，帶你們去，真係搞笑你哋啲中文，去唔去啊？咁你又唔早講，哎呦，即刻換衫，哎呀，多謝姐姐過嚟接埋我。